来去有一句话讲，生会过就是加州芳，生袂过是四地帮，表示讲富人人在生产的时阵，会当讲是非常的危险。这台北市呢中正一分局姓陈的查某警察，伫咧生囝的时阵，生产过后失血急救了后，犹原是救无倒来。也若讲到伊的这个查某囝呢，因为脑部缺氧受伤，目前正咧治疗。总统赖清德也在今仔日去甲念香，行政署长刘永兴也讲会用上界好的条件来甲补偿。不过这生囝意外，敢是真所过失的，目前检方也介入调查。总统可以上香的吗？之前工作有接触过这位女警吗？对这个女警有印象吗？会来协助家属吗？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到灵堂去念香致意，而且慰问家属，差不多停15分了后离开。接落来，伊嘛发文表达哀痛和唔甘，而且只是相关单位提供家属各项必要的协助。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姓陈的查某警察，产后大出血，伫急救了后，同款是宣告不治。查某囝安安因为脑部欠氧受损，目前搁在治疗。家属质疑接生的诊所延误就医，已经提告过失致死。那家属会认为说他们必须要有个真相。那所以总统也听取了之后呢，那希望说我们的同仁可以来协助家属看什么样的程序可以来协助让这个真相能够让家属可以安心。马偕医院的ICU 病房里面呢会照顾这个小朋友。那后续的状况的话，我们也会持续表达我们的关心。为了保全医疗证据，而且厘清真相，家属已经向派出所来报案，检方暗算的第28做解剖，针对死囡仔的时阵的细节和死因展开深入的调查。行政署长刘永兴是承诺会做上好的护述。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舍。那我们检署第一时间也有跟家属做联系，抚恤的部分我们会协助来从优抚恤。台北市长周万安嘛透过面册来发文，除了表达哀悼，嘛向家属承诺讲，只要有任何需要，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拢会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市府一定会陪伴家属行过上艰苦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